对啊，所以你就拢是讲，咱的像阮的大家伫遐讲话，你讲讲你这这，你这这。对，上次那个课，好像好啊，你去啊，你去吧。这种 video， 这种 video， 哎，我用了。其实我实际上我我每天晚上我的堂姐没有妹妹办。谁？不是。他是画家了，还有一个你开始查，他就讲。我就要画这些，你看，One hand just really strong, but that's what this, everybody, that's you. I know, it's like that's me. That's my wife. Every time that's my wife. Everybody says, that's your wife. You got us. Is that your你咱们来用它。你等于当剪接。这好，我嘛甲恁甲提提，就是时间哪个啥，先过于。我家己话，阮这会馆的历史我拢靠书柜啦。所以就话你是讲在年轻化。啊，侬甚至都刚才较少知，可能我以前是刚来较好势。这就较来。所以我后摆，所以我家己有啊，我家己弄。我。黄老师用那个企业中秋啊，自己做的绣，自己烧的，自己做的，然后这个很辛苦，做那个非常辛苦，对啊，非常辛苦。
咦嘞，他的 music 没有了。哦。他们就拿一半进来。啊？这真的多大？对，还没有好。这还没有完全好，还早。这样，就是有一段时间的，直接打。去他有学生呢。这是老师做的蛋糕，还有寿司。然后带你们参观，接着是小学生。这样怎么样？这边高呀，这样。稍微抖一点点。老师先带你看我，慢慢看别的作家。Surprise 是用 mix 挖出来，所以看起来比较薄。那老师是 mix 挖出来，所以老师现在教你的是 mix 挖出来，所以这个颜色是这样。另外一个画家。这一张画它的方向，而且跟你的名字也蛮符合的，差没有好像是跟顺手对顺手。你想象的东西放在背景，放在背景，不能跳出来。因为你有呼吸，因为你很有想象力，所以以后比如说你画巴黎铁塔，你不是画一个sunset吗？那你可以画一些像这个 horse 的头啦、fish 啦，可以鸟啊，但是不是很清楚，就是暗色变成它的 background。OK， 那这个是老师的画，老师比较写实。这是台湾的一个小炕，这个炕它的一个老树很有名，然后它这个地方专门产豆，它的我就在那个地方。叫你去。对，好高兴啊！
你要把它加上去，好像这个 cracker 要加上去，才有那种年节的气氛。有放鞭炮，有烟啊、烟花、烟火啊。那你这样整张画看起来就好像真的是在庆祝什么节庆，不是一个死死的在乌龙这样，一定要有周边的一些活动热闹起来。这个是阿富汗的妇女，那时候美军进去，他们以前都要盖起他学了以后才慢慢出来，慢慢看。他累不累？他不累，他今天挺好的。是他呀，是他，对，他画88岁了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台湾的样子，台湾的烟厂，这里还有好多画，他都不卖了。这位画家，他不卖了，他不卖了。88岁的画家，他的画在欧洲，这边我去了。哎呦，哪里的？台湾的。啊，对啊，走啊，然后这些然后他太太跟着他，然后他太太跟他在看牙配，所以开口他那个狮子，他本人没有很重要，后来他太太去学会，所以这一次展览他太太有一张，他先生有一张，那我跟他讲说，哇，这样我也是这样，Be sure you take this. That's your dad. Good. Copy that up. And you, by yourself. By yourself. Yeah. I'm breaking. What?